把名啊领调路，调路是兄弟，把名啊领调路，调路是兄弟，把名啊领调路，调路是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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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你是神圣的，衷心赞美我们的上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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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
是神圣的，衷心赞美我们的上主。上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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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圣的，衷心赞美我们的上主。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尊敬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
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犹太人的搬过节得要到，耶稣上去耶路撒冷，伊看到有人伫圣殿的外院在卖牛羊粉鸟，嘛有换一个人在互人换钱。耶稣就用锁仔做边，将牛羊拢对圣殿赶出去，车刀钱刀啊，也散因的钱。伊阁对卖粉鸟的人讲：遮个拢搬出去，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因的门徒拢记伫圣经有记载：上帝啊，我为着你的殿心火热，规个人拢互吞落去。犹太教当叫人反问耶稣：你要用什么新约甲阮证明你有权做遮个代志？耶稣应讲：恁拆毁即间圣殿3年内，我就拢要甲伊起起来。因讲，即间圣殿46年久才起好，你3年内就要甲你起起来哦。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伊对世人中讲话以后，伊的门徒才记伫伊捌安尼讲，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院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个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变成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载的：我对你的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话。犹太人便追问他说：你给我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0年，你在3天之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过的话。The Passover of the Jews was near, and Jesus went to Jerusalem. In the temple, he found people selling cattle, sheep, and doves, and the money changers sit at their tables. Making a whip of cords,
He drove all of them out of temple, both the sheep and the cattle. He also poured out of the coins of the money changers and overturned their tables. He told those who were selling doves, "Take these things out of here. Stop making my Father's house a marketplace."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Zeal for your house will consume me." The Jews then said to him, "What sign can you show us for doing this?" Jesus answered them, "Destroy this temple. In 3 days I will raise it up." The Jews then said, "This temple has been under construction for 46 years, and will you raise it up in 3 days?" But he was speaking of the temple of his body. After he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he had said this, and they believed the scripture and the word that Jesus had spoken. 유대인의 유월절이 가까운지라 예수께서 예루살렘으로 올라가셨더니 성전 안에서 소와 양과 비둘기 파는 사람들과 돈 바꾸는 사람들이 앉아 있는 것을 보시고 노끈으로 채찍을 만드사 양이나 소를 다 성전에서 내쫓으시고 돈 바꾸는 사람들의 돈을 쏟으시며 상을 엎으시고 비둘기 파는 사람들에게 이르시되 이것을 여기서 가져가라. 내 아버지의 집에서 장사하는 집을 만들지 말라 하시니 제자들이 성경 말씀에 주의 전을 사모하는 열심히 나를 삼키리라 한 것을 기억하더라. 이에 유대인들이 대답하여 예수께 말하기를 내가 이런 일을 행하니 무슨 표적을 우리에게 보이겠느냐. 예수께서 대답하여 이르시되 너희가 이 성전을 헐라 내가 사흘 동안에 일으키리라. 유대인들이 이르되 이 성전은 46년 동안에 지었거늘 내가 3일 동안에 일으키겠느냐 하더라. 그러나 예수는 성전된 자기 육체를 가리켜 말씀하신 것이라. 죽은 자 가운데서 살아나신 후에야 제자들이 이 말씀하신 것을 기억하고 성경과 예수께서 하신 말씀을 믿었더라. 아멘.救主基督天父之子，赐给我们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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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基督徒合一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教会的缅甸宣教师的未来宣教方向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湾各地缺水的现象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接下来受难周的烛光礼拜以及受难日的泰泽礼拜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圣歌队联合在练习复活节赞美诗歌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接下来这一周
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接下来的礼拜天亲子礼拜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香港团契的弟兄姐妹适应台湾的生活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今年中会70周年的相关的礼拜活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4月中旬总会的召开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下礼拜6缅甸宣教的座谈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
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你在天上，愿你的名，愿你的名首先扬首先扬，你的国来临，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奉行人间，奉行人间，如在天上，如在天上。求你今天，求你今天赏给我们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日用食粮，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宽恕别人，不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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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大斋节期的里面，我们在你面前必尽灵修来寻求你。你告诉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必亲近你。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日日在你里面得着更新，也愿你用你的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依着圣灵，我们能够日日得到更新，
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来扶持，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在这世上，我们尽所能的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也要谦卑的与上帝你同行。愿你帮助我们，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带领我们世人朝向那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来迈进。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恳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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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
上主恢复你的身心，他的爱永不远离。上主要来亲自与你相遇，亲自与你相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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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赐你的平安，赐给那信你的人。主啊，主啊，求赐你的平安，求你赐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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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赐你的平安，赐给那信你的人。主啊，主啊，求赐你的平安，求